来劈它。再劈。你们就像这些筷子，一个人身单力薄，很容易被打到，但是合在一起抱成团，就会变得坚不可摧。所以要学会团结，团结就是力量，团结就是胜利，团结才能挣到钱。哦，那跟我告下嘛。劈得断的嘛。劈嘛。还是劈得断啊？再多我都劈得断。